台经院发布景气动向调查，包括制造业、服务业加营建业，拢是往一好的方向去，显示这后半年的景气会愈来愈好。市长张建一表示，以制造业的数据来看，台湾经济上界歹的时间点已经过去了。不过，还佫是有上界大的风险，要爱特别注意，就是惊讲会受到中国经济影响。今嘛已经经历电子产业的旺季。科技产品的出口、外销的订单加生产的表现，拢比顶个月较好。虽然传统产业受到终端需求较软的表现继续衰退，不过衰退幅度是比顶个月明显较好。台经院公布7个营业气候的测验点，包括制造业、服务业加营建业，拢是上扬的情形，显示下半年的景气慢慢呈现出好转的情势。出口由原来的衰退20%，现在到变成10%。我们的外销订单最近也没有再往下掉了，7月份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跟反弹。台湾过去就是基期垫得太高，成长率太高，但是因为我们去年第4季出口就开始衰退了，所以第4季的出口有渴望转为正常，但成长幅度可能不会太大。张建业认为，制造业相关的资料自7月开始出现好转。出口订单库存等等，以绝对金额来看，台湾的经济上歹时间点已经过去，但是上大的风险依然是要注意中国的经济情势牵动。国内经济要恢复比较强的成长，也佫需要等到明年第1季。另外，受到联准会搁再释出要升息的消息的影响，拜四美国股市全面下跌，也连带影响台股盘中大盘超过200点，爆破月线。大盘暂时守伫咧16500点以上，汇市也公布行盘，现在被盘到31.86，跌6.5分，目前守伫31.841来回震荡。台币确实相对比较弱势，可能因为利差也有影响，那外资忽买忽卖，你看昨天涨200多，现在又跌200多，就是都是外资啊。张建业强调。下半年经济成长率呈现出一季比一季较好的情形，景气会比顶半年较好。另外，刘议会已经释出善意开放大陆客，不过又爱看中国是不是愿做释出名额。在开放了后，陆生加大陆客来对台湾的消费有好的贡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